现在是早上7点之类的，8点多，我要带我女儿去跳楼。不行。印象超级深刻的是，我跟小立新，我第一次跟妹妹见面，我那天就要带她去我们家的顶楼跳楼。我操！哇，他力气超大的。我跟他第一次见面，他就很开心过来说：“阿姨姐姐，我们等一下一起拍戏。”我就说：“你不要太开心，我等一下会对你很凶。”他就说：“为什么？”然后我就想说：“完蛋了，我是不是会造成小孩很大的梦魇？”果不其然，一开拍之后，他连他的手都不敢让我碰，他真的快要吓爆了。我干嘛？这件事情已经不见了。哎，怎么那么好？回落。哦，好棒好棒。哪里没有？我也没有，马上原因，只有你有。马上，那你可以去休息一下。我们来吃糖果。你知道他刚刚吓到都不敢跟我坐同一张椅子。他妈妈说坐那边，呀，好可怜。我觉得蛮深刻的一场戏，应该是戏中戏的部分，因为我要扮演是老姜，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幻想里面，我幻想中老姜他是怎么跟他初恋一起去私奔，然后见面约会的一个情况。阿美，姐姐，我今天有话要对你说。当天真的气温非常的高，好像有的30度，冬天呢30度。然后他那个皮衣其实非常的吸热，可是就是比较沉浸在那个角色里面，所以就是我的灵魂好像不太属于在现在这个时刻，我的肉体并不感觉到热或者是冷或者是饥饿的那种感觉。以我自己本人舒汉的立场，我去想象这个状况，好像就真的是算是有点闹的一个剧情，因为它整个跳脱出我整个这部戏里面的状态，跳脱出舒汉的舒适圈，它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演绎的方式，完全离开这部戏的感觉，我觉得挺有趣的，有点像在看课外小说的那种感觉。阿美，阿美。